近年社會對精神健康越趨關注，令心理支援服務嘅需求增加。Actualise Limited 同中大那打素護理學院嘅研究團隊一直專注於接納與承諾治療 ACT 嘅研究。面對業界人手緊張，團隊積極研究將 ACT 結合人工智能，以創新科技推動以實證為本嘅心理支援服務。傳統嘅方式咧，就係着重我哋幫案主去消除佢嘅負面情緒啦，要去減低佢嘅焦慮同埋抑鬱嘅情況。接納與承諾療法唔同嘅地方咧，就係希望案主咧可以學識點樣擁抱佢嘅負面嘅情緒，提出3個觀念嘅 acceptance 啦、接納啦、mindfulness 覺察。第3咧就叫做價值觀釐清 values clarification。目的我哋希望幫案主咧提升佢嘅心理靈活程度。Actualise 團隊喺2023年研發 PyAct 手機應用程式，為特殊教育需要兒童，包括自閉症譜系、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症嘅家長及照顧者，提供一站式個人化心理支援服務。下載嘅時候咧，佢需要填一啲簡單嘅問卷，了解自己焦慮、抑鬱同埋壓力嘅指數先，然後咧就可以同 chatbot 傾偈。傾偈嘅過程咧，其實就好似模擬緊你同一個專業嘅輔導人員，佢學咗接納與承諾療法去傾偈嘅。人工智能嘅系統咧係可以分析得到每一個字、每一句説話，究竟佢合乎喺接納與承諾療法心理靈活程度邊個維度有問題。當系統識別到使用者有傷害自己或小朋友嘅念頭，會主動提供1對1輔導服務。PyAct 手機應用程式至今服務超過2000人，成功識別近1/3中度焦慮或抑鬱嘅照顧者，其中超過65%接受進一步真人輔導，並將其焦慮及抑鬱程度降低大約30%。2024年，團隊成立初創公司 Actualise， 並喺第2年獲得中大可持續知識轉移項目基金 SKPF 資助。呢個平台結合咗 AI 嘅元素同 ACT 啦，咁希望咧慈善社工做 ACT 之前咧有一個位去試下。除咗應用 AI 提供心理支援，團隊亦都同非政府機構同醫療機構等合作，為前線人員提供專業嘅 ACT 培訓，透過促進跨專業合作，提升前線人員以 ACT 提供心理支援嘅專業能力。幾班社工同事點樣去運用 ACT 提升年青人或者家長嘅心理韌性啊，裝備佢哋一啲輔導技巧。人工智能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輔助工具啦，幫助到同事隨時隨地啦，或者喺工作上面嘅時候，佢哋可以秘密練兵，好似有個好真人嘅示範或者一個真人陪住佢一齊去練習，亦都有一啲提示到佢哋其實邊啲説話都可以更加加強，邊啲説話咧我哋都要留意下咁樣，咁其實對同事都係一個好好嘅幫助。喺心理治療培訓上，前線人員面對一大挑戰，就係要喺真實用戶身上應用未熟悉嘅治療模式所帶嚟嘅風險。為咗彌補呢一個缺口，研究團隊利用人工智能嘅變革潛力，為學習 ACT 嘅前線人員建立一個具動態互動嘅臨床模擬環境，提供可擴展、高效率、及時嘅臨床技能培訓模式，令前線人員可以喺提供治療前安全有效咁練習同磨練 ACT 技巧，持續改善所提供嘅心理健康服務質素。我唔想諗呢啲嘢，但又瞓唔到。咁我哋之前咧收集嘅數據超過差唔多19000條嘅對話數據啦。一就係我哋嘅 client 咧，亦即係我哋家長嘅對話數據。第二就係我哋輔導員嘅對話數據。呢2種嘅對話數據咧，我哋進行標記嘅，加入咗一個嘅技術叫做 speech to speech 嘅 analysis， 唔係淨係分析翻你邊句説話啱或者唔啱，講嘢嘅語速啦、語調啦、清澈度咧，我哋都要進行分析嘅，將呢個嘅技術建構埋我哋嘅 Ask Large Language Model， 令到我哋嘅 platform 咧係更加地道同埋精準，我哋嘅 AI model 嘅準程度咧係超過80%至90%嘅。透過呢一次研發，團隊成功開發人工智能驅動虛擬用戶系統，為學習 ACT 嘅前線人員提供即時模擬督導同培訓，並喺幾分鐘內生成具透明度同精準嘅報告，評估使用者嘅說話內容係咪符合 ACT 嘅輔導邏輯，等佢哋可以持續改善，以提升學習成效同實務應用能力。呢個創新平台最近喺第51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榮獲評審團特別嘉許金獎。呢項殊榮係團隊至今嘅最佳成績，亦都係佢哋獲得嘅第6個創新及科技獎項。
無論輔導同埋培訓咧，都可以令到你 being wiser， 學識點樣於喺面對唔同種類嘅情緒經驗咧，點樣去好好去相處。咁其實我哋嘅遠景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建構一個生態圈嘅，無論喺輔導啦、培訓方面咧，我哋都要做得更加平衡同埋更加立體。我哋希望令到我哋嘅精神健康嘅服務咧變得更加科學化啦，更加有系統化啦，透過人工智能咧可以更加令到普及化嘅。